韩国限定男团 ONE 在组团1年半后，合约到期宣告解散，而最终场告别演唱会，全场粉丝哭成一片泪海，成员也都在台上边唱边哭，气氛哀伤，令粉丝相当不舍。全身黑色西装造型亮眼现身，南韩团体 ONE 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，圆形队形在舞台上让粉丝看见每位成员的动作。一开场由明炫站在中心点，引起粉丝热情尖叫。连续举办4场演唱会，是给粉丝的最后礼物。他们11个人从 Produce 101第2季出道，历经1年半的限定时间，27日最终场全哭成一团。唱到12颗星星时，忍不住放声大哭。姜丹尼尔挂着泪，表示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安慰大家。在这里遇到这10人，真的很幸福。明炫也是跟着发表感言，并且哭到讲不出话。最后退场方式也很虐心，11人一名接一名的走下台退场，各自挥手说再见时表达满满不舍。最后剩下姜丹尼尔独自一人在舞台上，但这不是结束，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属于的经纪公司，早已经为他们做好个人演艺活动的准备。艺人赖冠霖初步的了解是男主角这个角色比我更阳光一点。台湾成员赖冠霖即将进军大陆，要来主演由泰国电影《初恋那件小事》翻拍的大陆电视剧，并且已经确定由赖冠霖演出阿亮学长。据传还会加入奔跑吧兄弟担任固定班底。尹智胜将于2月20日发表个人专辑。同月出演音乐剧《那些日子》，黄明炫将返回男团 NU'EST， 朴智勋计划成为演歌双栖的全方位艺人，未来粉丝们也更加期待他们不同以往的表现。